笑微微，叫阮放心去。我知影你不甘阮离开，你讲全世界阮上可爱上水，点点讲白贼的人不甘阮，请你着爱照顾你家己。我知影你不甘阮离开，你讲人生无愿望，哪有滋味？半好半歹，拢是滋味。今仔日你牵阮的手，你听阮的心，我拢知影。阮不是别人的，免烦恼伤心话，我永远是你的，是你的宝贝。你若知我牵你的手，我听你的心，予你知影，阮不是别人的，免感觉会歹势，我永远是你的，宝贝的宝贝。你若知我牵你的手，我听你的心，予你知影，阮不是别人的，免感觉会歹势，我永远是你的，是你的心肝宝贝。佳玉老师好，很紧张吼，很紧张。主你入歌吼，你都上紧张啊，所以拍子就出了问题了。所以为拍子出问题以后呢，你家己心就开始无自信啦。虽然你的声音很漂亮哦，你像是做恬静的一种单纯的一种美丽，但是这个美丽呢，甲落尾，哪像你的家己也好，还是音准，就会变得非常的飘渺。嘿，伊就较飞吼，较飘，这都是基本功夫。你基本功夫一定要练好在，譬如讲丹田吼，譬如讲音准啦吼，尤其是你今日可能状况无介好，搁伤紧张，所以你声伤暗，所以关音呢都关较袂起哩。吼，今天真的是太紧张了哦。好，谢谢老师。佳瑜，老师好。好，今天除了紧张以外，我最主要我觉得哦，就是你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太投入到忘记一些可能要注意到换气的地方。因为你如果太投入哦，没有把换气换好，你就会每一句哦就会变得很吃力，不然就气不足。哦，所以每个字哦都要想办法去设定好，就是把它练熟，知道它怎么唱，怎么开始吸气，怎样气才会达到你要的那个距离，那你才会一个往下接下面这一句哦。尤其是今仔日你牵阮的手，光今仔日这3个字，你就要想一想怎么唱哦，才会有属于自己的3个字。好。啊、